大家好，歡迎收睇網絡豆沙包，我係依晴。今次想分享下，原來唔止人類可以參加健力士世界紀錄，就連貓貓狗狗都可以挑戰添。我哋就將聚光燈由人類身上移開去我哋每日尊稱為主子嘅毛孩身上。平時大家喺屋企養貓養狗，最大嘅奢求可能只係希望佢哋唔好隨地小便，唔好擦梳化，或者叫佢個名嗰陣，佢肯條尾擺一下，你就已經執到寶咁。但你又有冇諗過，當呢班貓星人同汪星人認真起上嚟嘅時候，佢哋居然可以瞞住全人類，偷偷修煉成身神功，甚至寫入健力士世界紀錄冊，賺罐罐賺到手軟。今日豆沙包帶大家去認識呢幾隻震撼全球嘅神級寵物啦。有一隻狗狗踩滑板車叻過好多大人，佢唔單止打破咗世界紀錄，佢當日打破紀錄嘅現場影片，直情喺網絡上瘋傳咗幾億次，睇到全人類拍爛手掌。佢就係來自秘魯利馬 Lima 嘅神級英國鬥牛犬 Otto 挑戰嘅呢個健力士世界紀錄，名堂非常之長，叫一隻踩滑板嘅狗所穿過最長嘅人體隧道。大家睇下呢個畫面，喺秘魯首都條大馬路度，有足足30個成年人面向同一個方向排成一條筆直嘅長龍，每一個人都要張開雙腳，用自己嘅褲浪連成一條長長嘅人體隧道。而當時只有3歲嘅 Otto 就要喺冇人推佢、冇人拉佢嘅情況下，自己踩住塊滑板，由第一個人嘅褲浪底衝入去，一直保持平衡，唔准撞到人，唔准跌落板，直到由第30個人嘅尾端衝出嚟。最後 Otto 喺全場幾百人嘅見證下，好似一粒出膛嘅子彈一樣，完美穿過咗足足30個人組成嘅人肉隧道，成功寫入健力士世界紀錄。好多人睇到鬥牛犬，第一印象都係覺得佢哋好懶、好笨重，每日除咗瞓覺就係放屁。咁到底 Otto 係點樣變成一個滑板高手嘅呢？主人 Luciana 同 Lolly 接受訪問時笑住話：呢一切其實純粹係一個美麗嘅誤會。當年佢哋帶只有幾個月大嘅 Otto 返屋企，而主人自己平時好鍾意玩滑板。有一日，主人將塊滑板放咗喺客廳地下，當時只有幾個月大，肥嘟嘟嘅 Otto 行過去，佢唔單止冇驚，反而貪玩，用2隻前腳踩上塊板度，然後用後腳喺客廳嘅地板度找。主人一睇，貪玩，用手輕輕推咗塊板一下，滑板一喐，普通狗通常會嚇到即刻跳走，但 Otto 唔同，佢居然興奮到條尾瘋狂咁喐，2隻後腳仲自動自覺咁喺地下加大力度，借力前進。主人當時就知呢隻外表笨笨嘅鬥牛犬，身體入面其實住咗一個極速天王嘅靈魂。其實從物理學同生物學角度嚟講，英國鬥牛犬因為重心極低、底盤穩，而且身體結構呈方形，只要佢哋唔怕滑板滾動嘅感覺，佢哋其實天生就係玩滑板嘅材料。而 Otto 更加係天才中嘅天才，佢平時喺街度玩滑板，如果前面遇到斜坡，佢識得速度變慢，甚至識得自己用一隻後腳踩地踩幾下，幫塊滑板加速。如果前面有狗仔或者路人，佢仲會用身體重心向左向右壓，幫塊滑板壓彎，避開障礙物。而講到挑戰健力士當日，最驚心動魄、最考驗人寵信任嘅就係嗰條人體隧道。大家知唔知鬥牛犬其實有一種執着？如果前面有大堆人排隊，正常狗會覺得有壓迫感而兜路走。為咗令 Otto 明白佢需要直衝過去，主人號召咗30個街坊鄰居。挑戰進行嗰陣時，30個大人企喺馬路中間，雙腳打開，現場所有人都非常緊張，因為鬥牛犬體重好重，衝力好大。如果 Otto 喺中途方向偏咗，撞落某個大佬嘅膝頭哥或者敏感部位度，真係邊個都會受傷。但當主人喺起點一放手，大嗌一聲 Otto Go， Otto 眼神瞬間變得無比犀利，佢4隻腳穩穩企喺滑板中間，壓低個身，減低風阻，
好似一架小型賽車一樣，衝去第一個人嘅腳下。每當佢穿過一個大人，後面嘅人就會忍唔住發出驚嘆。最後，當佢以時速接近15公里嘅高速，從第30個人嘅褲浪底飛躍而出嗰一刻，全場幾百個秘魯市民直情好似世界盃入波一樣，瘋狂湧上前抱住 Otto 歡呼。Otto 嘅主人後來講，呢張健力士證書對全秘魯嘅寵物主人都係一個好大嘅鼓舞，因為鬥牛犬成日被貼上好懶、有遺傳病、壽命又短嘅標籤。但 Otto 用行動證明咗，唔好用你嘅偏見去限制你寵物嘅上限。只要你肯陪佢玩，發掘佢嘅天賦，一隻肥嘟嘟嘅鬥牛犬一樣可以做世界冠軍。聽完 Otto 嘅故事，好多貓奴可能會話：豆沙包狗智商高，聽話肯學特技，呢個我理解。但貓咪咁高傲，你叫佢個名，佢都當你透明，點可能教到佢打破健力士世界紀錄啊？好，接住落嚟呢位主角就係專門嚟打破大家對貓貓嘅固有認知。佢要話俾全世界聽，喵星人如果認真起嚟，連狗都要行開。佢就係來自澳洲新南威爾斯州嘅超級神貓 Didga 創下嘅健力士世界紀錄。聽完你一定會懷疑人生。1分鐘內完成最多花式特技嘅貓，喺短短嘅60秒裏面，Didga喺冇任何繩索限制、完全自由嘅狀態下，聽從主人嘅指令，連續完成咗足足20個截然不同嘅高難度花式特技。呢20個特技唔係求其握下手咁簡單，入面包括咗左右手連續擊掌、瞓低原地連續翻滾3個圈、聽指令、跳過障礙物，甚至從一隻企喺度嘅大型狗背脊上一嘢跳過去。每一項動作都精準、完美、乾淨利落，速度快到好似開咗1.5倍速咁。當健力士認證官按下計時器嗰一刻，全場掌聲雷動。Didga 用實力證明咗貓咪唔單止可以被訓練，而且可以做到比狗更極致嘅專注度。但大家知唔知呢隻驚豔全世界嘅神貓喺遇到佢主人之前，其實只係一隻喺動物收容所裏面隨時可能被安樂死嘅流浪貓。Didga 嘅主人 Robert Dawood 係一位擁有超過30年經驗嘅專業犬隻訓練師。有一日，佢去到當地嘅流浪動物收容所，本來係想領養一隻狗嘅，但當佢行過貓咪區嘅時候，佢見到一隻瘦弱但眼神充滿靈氣嘅小虎斑貓。呢隻貓仔一見到 Robert 行過，唔單止冇驚，反而伸出小爪對住 Robert 輕輕叫咗一聲，好似喺度話：帶我走啦，我會俾驚喜你㗎。Robert 嘅心當場被融化咗，佢決定打破自己淨係養狗嘅傳統，將呢隻貓仔領養翻屋企，並幫佢改名為 Didga。作為一個專業嘅動物訓練師， Robert 翻到屋企之後，發現 Didga 嘅適應力好強，而且非常為食添。只要有嘢食，佢嘅專注力就會高到嚇死人。於是 Robert 萌生咗一個大膽嘅諗法，既然我可以用正向獎勵法 （positive reinforcement） 去教狗，點解我唔可以用同樣嘅方法去試下教貓呢？ Robert 嘅特技訓練核心只有4個字：絕對耐心。佢從來唔會大聲鬧 Didga，更加唔會強迫佢做任何唔中意嘅動作。Robert 每次訓練都維持喺極短嘅3到5分鐘之內。例如教擊掌， Robert 先將零食放喺手心，當 Didga 用貓爪去掂佢隻手想攞肉食嘅嗰一刻， Robert 就會撳一下響片，然後立刻俾零食。久而久之， Didga 嘅大腦建立咗一個制度反射，聽到等於有好嘢食，等於我啱啱做嘅動作係啱嘅。用呢種極度講求信任同耐心嘅方式， Didga 學習特技嘅速度越來越快。到後來，佢甚至發展出一個連主人都意想不到嘅絕技——玩滑板。冇錯， Didga 唔單止1分鐘內做20個特技，佢平日最出名嘅係佢玩滑板嘅技術好過好多人類。佢識得自己用一隻後腳上板，喺滑板前進時保持完美嘅平衡，甚至喺滑板即將撞到嘢嘅時候，一個輕功水上漂跳起，等塊滑板自己穿過障礙物後，
佢再精準咁降落翻塊板上面。Robert 屋企本身有養狗，Edgar 長大咗之後完全唔驚狗，反而變成咗屋企嘅大姐大。喺其中一個特技短片入面，Edgar 踩住滑板前進，前面剛好企咗佢嘅汪星人細佬。Edgar 完全冇減速，喺接近狗狗嘅嗰一刻，佢直接一跳，踩咗上狗狗嘅背脊，將狗仔當成咗中轉站，再跳翻滑板上面。被踩嘅狗仔一臉無奈，而 Edgar 依然係一副本宮最帥嘅高傲表情。Edgar 嘅故事喺 YouTube 上爆紅，吸引咗數以千萬計嘅觀看次數。主人 Robert 話 Edgar 獲得健力士世界紀錄最重大嘅意義，並唔係證明佢自己有幾叻，而係希望透過 Edgar 嘅影片，俾全世界嘅人見到，流浪貓或者收容所裏面嘅動物一樣擁有無限嘅智慧同價值。只要你肯願意俾佢哋一個機會，一個溫暖嘅家，佢哋一樣可以變成照亮世界嘅傳奇。不知不覺，我哋嘅健力士世界紀錄三部曲嚟到尾聲啦。由第一集我哋拆解呢本紀錄冊嘅荒謬起源，踢爆挑戰成功原來1毫子獎金都冇嘅商業真相，到第二集我哋見到人類用肉體去對抗悲傷，去追求極致藝術嘅驚心動魄，再到今日最終章，我哋睇到呢班可愛到爆嘅貓狗點樣用佢哋嘅天賦同汗水去刷新人類對動物智商嘅極限。呢3集故事講完，豆沙包自己都有一個好深嘅感觸。健力士世界紀錄呢張藍色嘅證書，表面上記錄嘅係世界上最長、最大、最快、最怪異嘅冷冰冰數字，但當你真正走入每一個紀錄保持者嘅世界入面，你會發現每一個數字背後真正記錄嘅其實係生命嘅無限可能。無論係人類定係動物，當你對某一件事情抱有極致嘅熱情，或者當你身後有一個願意用無盡嘅愛去陪伴你、引導你嘅人，生命就可以超越原本嘅框架，創造出名留青史嘅奇蹟。豆沙包喺呢度再次真心多謝每一位陪我行到嚟呢度嘅觀眾，歡迎訂閱網絡豆沙包頻道，我哋下集見啦！